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在到呢邊咧，我見你節目，前禮拜咧，人家人啊，走去特別嘅邊家走去北維拍確啊，一笨我時陣到啲飛嘅無人嚇，等下嚟啊，人家了啊，dessert 話嚇。dessert 話笨啊，你自己去唔拍確。OK， 這禮拜我到啲嚟啊，慢到啲嚟啊，我嘅青枝流椒跑過邊幾名嚟陪我人講話嘅過邊一雙，過邊不啦，換機一雙嚟講拍確嘅青枝話你。換機一包塑料咯，他那個開一雙啊，都一頭一雙換機。然後到我聽到咱嘅啊南西先歡迎南西。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แล้วไม่ใช่ไอคุณเนี่ยจะอ่านจะตอบไปแล้วก็อูเราเจ้าหมอกู歡迎。大家好。你聲嗰真係冇好事啊！你對你你發台灣都 OK 喎，同呢個只嚟了誒。台灣你當時用咩 ？iPod 啊？冇啊，我 order 我用條我嘅 phone 啊 ，Android 啊。特別你隻 Android 用嘅聲，特別變咗成個叮叮嘅係咯。OK， แล้วกินแล้วก็ก็เตาแก๊สไอ้คุณเนี่ยแต่พี่ตัว24 hours 麥當勞食嘢เตาแก๊ส。係大家好。冇看過，冇看過。冇看過啊。แล้วก็Skype 邊個另外隻特別嘅咩事大粒頭掉名大粒頭。我福建我就是講都是無好啊，嗱，咪叫我講聽，你慢慢講咧，成日別曉講嘅字啊，我用倒下手咯，好。哦 ，OK。講嘅是笑啫，那笑，because 因為我，因為我們成日看你關係嘅小說，那逼我個記啊，然後去想，所以你拿小那這樣都未曉，你學起來就哪裡搞，你看你會記英國中就來跑到。參加我人講做隻播時，伊本是真正一袂記啊！伊樣啊，我講當今你聽到第一隻播時，你聽下伊學嘅話就搞咯當今，嚇 ？OK， 所以這個禮拜咧，我要講嘅話題是要講啊。誒，加工你冇講。哦，得咯，哦，哈，我覺得我聽到節。個特別嘉賓加工歡迎。大家好。OK，แล้ว我人要講嘅這禮拜話題就是要講開類嘅攤類啦嚇。人其實去人成個其實人攤位去，就是頂到到厝嘅時，安怎人對類嘅頭路安怎看啦嚇？就安怎其實睇類，其實看類有人寫到較欠嘅，有你較寫到開嘅，你看人講白呢話題嚇。哎呀，死啊！我未記 broadcast 呢阿對一個冇 online 嘅，我未記 on air。我講老婆啊，我老婆而家 ，OK， 我當見實差唔多樣咧，係 live，OK， 但我當 tweet 啫，所以我當會講嘅時間我冇你家參加呢，就是會講下。咗啦，你會記 record 冇？嚇，會記。OK， 等我會 tweet 啫，我會 tweet 你。秋豆來了，秋豆。等我講秋豆咧，我哋嚇。是講開類嘅攤類。對啊。你有兩講下。你有啥未？實啦，當然實啦。我唔知我去買去些衫。我想，唔要緊，你講啦，你係講嘛？誒，再你對本啊，不拉請機類位。所以伊嘛就一隻 band 啦。袂怪，我就知講你就是 something wrong， because 就擺你無嘛。OK， 咱出嚟啦，咱學你愛群人成講成學但係麥當勞是，麥當勞是會到嘅。講咩？攤類甲開類，你看法成咗嚇？阿 John 都冇係你 signature tune 個。啊？係啊嘛。係啊，大媽。係啊嘛，呢個係一擺咪。嚟，哎呀，過嚟一擺嚟。係啊，大冇。第二輪，陣間榴蓮第二棒咧。我咧是講開類甲攤類，你嘅看法是安怎到嘅？我是actually 其實咧，我是看日本拍嘅半個鐘嘅咯。你看咩？你講咩？你看類嘅咩？我看類看半個鐘，所以我未話能開。哦，你真聲，你較搞笑類。
我是會生就生咯。哦，安尼好啊好啊。了你是細漢甲大漢也是安尼哦。recently 呀咯，I mean，我是 this few，我是 this，我是這幾年入邊咯。嚇，然後等陣。做緊了。我交代啊，我人叫大粒頭教我講一隻福建話，人本地俾對條講一下。是啦。你是聽到嘅時有蝦米物件做你改變你想法咧，做你變你想法，就講我俾佢 send 啦噃。做啊坎坷咯，係咪？我意思是講愛自己做 OT 咯。嚇。แล้ว做啦就係講對派談了時間唔撳本咧撳開。是咯。別人咧，別人想法，佢哋啦會南西卡愛困咧，佢哋會成。你困嘢啊？你愛曉賺累。嚇？你會曉賺累，無你會曉，你愛賺累，你會曉開累性咯。OK，佢講下你想法。你不要開累，你賺的累，你永遠就是安尼款爾。你會曉開，你特別講會曉彈，特別會曉開。你講你干那彈，你袂曉開，安尼款你，I mean 唔是講大開啦。唔是亂開。唔是亂開啦，是講你愛曉開本啦，你袂曉開累，你你賺的累你袂濟，因為你直，意思講你是直一個。無出未接呀？啥一個你會 happy with 你把你 amount 爾嘛？對。咁無你把你 happy with 你把你即個 amount，你達到嗰個收50塊，10年後你本是收50塊咩 ？inflation 嚟夠無夠？無夠嘛？咁無所以因為特別你無開你嘛，所以你哋垃圾講50塊，達嗰個留就是夠了。特別10年後50塊是真係少嘅嘛，10年後。睇緊。所以你會愛曉開，特別我垃圾講會無夠，你特別想開。你就是累無夠去開？唔是，是講你累，意思講你when你會累吼你會開垃圾講無夠，你會講想去賺較濟，安尼款你甲會講不力去做工。我問你安怎個是隨做應該開物件咧？成講你對我成講成我嘅 opinion 啦嚇，我聽到嘅是較細漢是。本是比較冇咩好笑啦出來是冇咩好笑，就講愛笑累啦。有時講賺啲累就開個了，賺啲累就開個了啊！你事實講開啲路線，開啲路線嚇，開啲路啊？開啲路線。食啦，買 Kiki啦，買你 electronic 你電器物件，你看咧，你冇咩要緊嘅物件了，冇去燒掉累啦。我冇時間 shopping 嘅嗰度。特別看一人咯，了我就是你看。特別我是感覺到開，你若是講生個人開淡薄啊好，不，你若是講你生活無歡喜做個只逼切嚟講本無意思咯。老實講無意思，你生個上生本無意思嘅。所以你特別要吹辦法。我當今冇一個解釋，講你特別要緊特別收你退休嘅時會用嘅類咯。because 大佬 pension 啊嘛，所以退休時會用類加 in case 那是有。蝦米數嚟講，你有嚟說講啦，嚟說講當然咧就係啦，行政這幾年嚟講冇咪好嘛對，所以嚟說講冇風險你講冇起嚟講，當然就一人條 retrench 係咪嚇？嚟說講冇講嘅時，你安怎生活係講接到要開無法度就開物件啦，成個唔是講你 internet 啦，成個你另外你買衫你買開嘢啦，你要緊嘅物件成個。要考慮電費稅厝稅厝稅還是要行車機你特別要開慮，你特別有收掉 at least 特別有幾哪幾節拍地，對幾哪幾節 emergency 第一少3個月到6個月8個月6個月到6裏邊啲個我看到啦，趁濟類嘅人無達到伊就是存濟類嘅人。對，actually 就對。你看到頂擺我人先頭一份工啦，可能600塊爾，啱無？600塊我人本扣9隻，對，9隻開，可能有存淡薄類個咯。對，你想想白攏有6000塊啦你可能唔夠開。對，你趁濟就開濟啦，真係是。
講緊了是 planning 嘅事呢 ，financial planning 講話安怎去理財理我人嘅債啊，安怎去理債喺你是啲後堅啊。你就係啲เรา成日講成日較簡單，成日講成交，但冇話你個出嚟談類嘅，你成日係咪意見，好像講話 ，OK， 你安看做嘅，你條你仔好勢啊，喏。第一好咧，就是我大粒頭啦，我講就是第一好就是把你出來做工嘅時咧，談類咧。哇，冇講就冇哇！出來做工嘅時咧，談類咧都會收類會高 support 你一年。哎呀，是你支持。support 你一年咯。OK， 打慳你一年啦。打你有你 savings 啦，你嘅how to講？你 reserve 啦，都是有 at least 一年咯。拍啲就俾佢收到一年，一年是講你成話一年入面都俾開用掉嘅，開掉嘅類都俾收。我驚講做工半段也無夠嘛，所以你有你嘅 reserve 都高，都。冚路誒，不要緊，冇人笑你你我是感覺住嚟，你是蘑菇蘑菇，我是感覺到stage by stage 咯，成日你出嚟做工是20幾歲，等到30歲咧，如果另外一個 stage，如果一個想法，你係按照做 saving 嘅咯。冇上一段嘅啦，你成話冇上段嘅啦，你是講一年。是安尼看。你係時咧出嚟做工嘅時咧，啊，咧成講你20歲，你可能少年紀20幾歲，你出嚟做工時，你時嘅嚟做咩？你時候就定到時。買頭一項啊，我係家己嘅厝哦。厝個不要緊嘛，厝做成個是 investment 嘅呢，係啊 ，investment 叫咩好講啊？冇，厝是你家己嘛買起來啊，不到你談掉啊嘛，厝。講厝甲這都是固等long term 嘅。固等嚇，叫固等。像頭一項咧，都是對有車哦，對有你嘅家己嘅摩托車哦先，無你安怎去做工頭家己。對 transportation。這人車。到30歲咧，到50歲了，要無成了，我哋多。喲，你唔係未打慳了，叫你搞30歲嘅時候，叫你換你 Android phone 去白行。所以我轉咯。喂，我直聲，成日到啲咧講嘅呢。你換到對你 computer，還是你困呀？你房間？阿 John， 我咪是 Android phone， 譬如我 connect 到我嘅 phone 我冇帶字啦。係嘛？你還沒飄到我們，你還沒飄你 phone 到嘅？我係 Sony Xperia U。依就是你係什麼蘑菇 Moto G。但 OK， 你講下就可以講下個嘢。是我咪插你？哎呀，講我咪出聲，我打慳掉，我輪掉。我是講，你要到30歲，你都 start 也累嚟 rolling 咗就，你看你啦。按照幾累嚟經？嚟 invest 啦。按照這類咯。你把嘢嚟胖，你攤累下，你是講？累做累。你咪是特別有累嘅做累。累錯累啦。20幾歲時，你留出來了，你做到你嘅投資了。下了，你到30歲，你另外廿你嘅投資嘅物件，嗰隻嚟投資另外一項物件咧。投資是 invest 啊，投資你就會曉本啦，嗬，有人未曉咧，我唔未曉嘅 investment。Actually， 當今人成個人嘅點先無講特人會曉了。As far investment 會講 investment， 無講特人會曉 ，because 當今伊人 investment 較坎坷嗬。complicated 啦，對，較複雜啊，對。我譬如講，咱講較 basic， 咱其實較真正簡單嘅level 嚟講啊，我講你安怎學到收入呢 ？because 你問講啊，我係只影點解收入特單咪曉冇得掉嘅喎。
我是有去 study 即個理財即個冊啦 course 啊冊啊後面都是理財理財是我哋 financial management 我講就俾 study 嘅我講不還嘛哦對 OK 所以你講就俾做所以有得你先生咧有講過伊講咧買車咧買second hand 就好了二手就好了了二手不要緊嗰時愛一斗過河㗎了嘅哦你特別有在調買公車免學你食啊買公最好是買公車了公厝咧嗬我買坐過10年15年特別講了嘅10年15年內邊特別講了咯意思講你特別有累你個會你袂使買上貴嘅草本嘛？你袂在調啦，望去買上就大地啊！買班層貴嘛，買貴頂啊，買一地喏。對唔對，青子？你本講我係拎起啦，按照生活啦，一直講開一拎啊，嗬，就冚了。你講，你有感覺到新嘅一代人較本嘅曉想到講愛較可能無收到類，你感覺哎呀，我有到你特別開有到開。新一代人。我們是感覺，專門講新一代啦。我係一年，我老實講，我細漢出來讀冊出來，我做工嘅時候，我本無咩曉到想到那啲物件。是講好個仔啦，我有影食幾塊嘅，我就講下，一節5塊爾，嗰度我食飯，意思講規日我做工是5塊爾。嚇。了，我紅是10塊，所以我內人一節開15塊。規日會開銷㗎啦，會用咩㗎啦？規日開銷是15塊，因為做咩咯？因為我愛生來買車，留來學買車嘅，佢哋頭一期嘅累爾。對。但是我無錯咧，大人我想準是安尼咯，大人都會食苦先了，知了該曉想。你講會曉生啦，會曉知講累嘅 value 啦，勤苦賺，但係 still 我未講會曉加食鹹食生，加鹹食我是未，我是看煞在生，就是講咧我不食較重要，我無講大買，我唔是講迄種喊你看到本愛買，大隻去 shop 去買衫布，又見係咪我無講亂買，我去旅行我無買唔起嗰度，去看我無亂買唔起我。特別每時你有可能是我是講你是有受過苦，有在講累歹賺了嚇，你在伊個累嘅價值啊，人叫你在你累嘅價值啊，你個會曉生，還是你累正用來講嚇，你細細漢較大漢啊，你爸直直學你累哦，無夠累啊，學你無夠累學你累，你咪是累咪是真正用賺咯，所以你變做無去。我爸媽本會看學我嘅，我爸媽本是講無夠你學我累，無夠學我累嘅，本會啊你看。特別即係我垃圾是講你愛你嘅經驗咯，意思講你出來做工，你經過，像我頂擺我先出來做工無久意思講過後，我不有亂買物件過嘅，唔是講無過迄個只有有本，有時候變嗬，去厝嘅時嚇，家咧用日去掂咯真係，掂買了咋子頂擺買嘅咧嗬，無用掂咯，了心痛咯，聽了家來知咯，了不了上家來知咯。唔買俾啊！唔關事想。去旅行喊你不買俾啊！話到這裡呢青子呢，你看開類攤類即係按照收類，按照收類。收類是，這是細漢啊，我爸教嘅。我爸上個南西講，我爸那是欠用啊，應該要開嘅啊。就買車啦，係咪啊？去教阿爸都聽到出嚟。特別以前呀，一教我兄弟啊，個咧我人啊，一教我人自己去學啊，幾科。你愛買係咪？你無應該嘅嘛，唔是應該就你就要用嘅。伊就學我人家己。收類家己去買，了我做工嘅點聲 X， 我是買車是我家己買大漢，我會記我聽過，調車叫你爸住車，真係家己買車。特別伊有搭月節，那是廿4路咧就每看，
OK，这个后个日，你家己身边爱开就济，我就写互伊看，然后讲 OK， 这个你收起来，互你做你老人本。所以教我人个有款啦。哦，但面是有教着啦，这是你。我这里真正这里细汉哦，爸母应该爱互囡仔哦，互伊在会晓开类本咯，意思讲。细汉就啊，互伊类吼，互伊去 manage 伊。对。咪干那教伊生呀，教伊生过后伊大汉趁食，伊袂晓安怎开哦。特别我人我细汉我若是有爱虾米教阿爸托阿爸咪互我去找家找阿公，找阿媽，找媽咪啦，我媽咪就教，我媽咪無只會出，伊講等我教阿爸講，我阿爸逐擺講袂使，這是無應該嘅，伊是愛佚佗嘅，互伊家己樣出。對，這是。安尼看啦，我出來做工嘅點聲，我會曉扣家，陣間愛買厝一個我教我阿爸講，我阿爸講 OK， 你厝也是，所以爹地。我阿爸出，你爹地了，一個月我再出，家己出啦。是因為安尼看啊，我有轉類了迄個 EPF 你買厝，我朋友特別講你會睇交你 EPF， 我講買。所以我retire點聲我 EPF 我也錢濟類。retire 類袂使動嘅。他動機嘛，是我爸是教我人鐳是互你開嘅，你死你袂舉去，特別你要開是要應該開嘅，你特別較，特別要看咩？應該較，就按照講較明白啦。你所以我嘛都教我人，你若是有加減較濟類。也類去地緣去上人地緣互人，所以開類買運啦。所以啥當機嘛，咱會點聲我開一張大條隻去上去係做互無類人。特別我睇下當機咧。要照算我唔是講特別隨我也是類，睇下我會開聲了我死我袂舉去嘛，所以就說我買我自家車隨嘅車我會開。你生你已經行過，你生你嘅日子你知啊？你當然趁春到你是你春出來你知。對，了我無驚嘛，對唔對？對。所以我想英國中國我也是講你家己扣類應該你要開你爽。你睇下你 enjoy， 你生起來你自己。tapi 我無時間南西，我無時間去買衫買蝦米物件呀。兩項我成愛買啥物啊？車。我唔食。嗰一條是買車。我一個月我會開幾百塊，跟人買車來睇。我是屬價開的咯，我屬價開啲 massage。係啦，講 OK，當見咱每看，咱若是講有生女，咱咪講有生女教生女無生女不要緊啦嚇 ，because 我再講唔是特人，敢若會生會教小女人嚇，所以無插講你嘅一項物件是你感覺到你會得到，哎呀你無法度，你安怎生你特別開啊，就你啥物物件 ？OK， 你講當晚青子講你講係咪？我買車教我逐禮拜我去洗頭毛了，我去做 massage， 我做foot reflexology， 一禮拜我特別去一擺。OK， 這是你享受。你頂到做工作安尼看呢，就落來。係咪？啊是你退休嗰呢，就是頂到就落來，不是特別做啊，買車啊咪。這是就落來啦。because 我頂擺我買車你會收你 receipt 你會 claim tax relief 嘅嘛。所以我逐擺我做工嘅點寫去拍球了去洗頭毛了做 massage， 一隻對嚟。就是 OK 了南西咧，你會就
你講大媽你講咩啊？你開物件啥物？哦，對 massage， 你講 massage 對。一項啊 massage 啊，食啦食。啊，食咯，食我本有生，特別我本是唔是講生個完全無去動嗰啲較貴物件。我有你隻貴物件，我講聽我正比講一個，你在嗰個大粒頭你在到啲 plaza 有一個。哦 ，Brazilian 啊。你 Brazilian 嘅 grill 一個擺啊。啊，我知。Fogo 啊！我只世界前面食你，伊入面只字擺，non stop 嘅啲怪吧，無搭嘅就係。我知我講係大家搭上面。但是你暑假食呢？你去 Boston 甲班機，你去紐約嗰邊甲班機。特別我暑假 Fogo 只係咩事？因為伊個擺一隻做了，我只淡薄食就，所以我未食。我未想講要來佢哋吧，你食一半係零件嘅話，所以我伊人未切，伊人未切 all the way through 嘅，伊個那邊無食咗，所以佢切伊個邊落先嘅。對。你按照食伊個邊啊嘛？特別無，伊你看伊得一卡，伊唔是隔了到啲個考試啊誒，你背成卡熱，係實我是個食卡熱，我特別幾個考食過啊，個老我南邊嘅。Anyway。係你物件是幾類啊？一人才40幾塊。50塊一人。50塊美金啦，係咪？所以你冇見食嘛？所以我成日我一年去第一間落擺啦。然後特別我去，特別你兩時成日講，唔是講我無累，特別我感覺開了無華，你知唔知？就是講你上去啦。然後你就是咕一年食一擺食落擺下，一般就較有意思去，你食到時啊，較味素上較好料咋。你冇上食數嘛？所以我特別半開人行開咯，特別頂到較細漢時就可能就未曉啦。你講另外一個係咩 ？iPhone。sorry。真是未幫傻嗌，迄個是未幫傻嗌。迄個阿 John 講嘅 iPhone 嘅 iPad 嘅了，都是 expect 了。係咪正字？你講？你 iPhone 是你假如成日你車嘅話，對，好個在我唔是買車，我就無類啊。特別我唔是講我唔是講上擺我未打喊㗎，我當然我無講，我本走去接你買但話，我唔是教喺你地步，我是那是講我做一教嚟講，我個無開掉我 emergency fund 嚟講嚇，然後我有累存啊，我就喺你一項就是我心聽去開去，特擺，因為我真係暑假數，那時學個就係當然我學期我 OK 個做一教嚟講我做，但是講今日就我講咪是冇去，有時好像條考試腦仔借去，我冇再調嚟講，我本會講 OK，我明白講我係正經人做咧，我賣開我會，是講我只行考啦，就直有考咯，特別唔要緊啦，我冇開。แล้ว個即係毛毛菇咧，你愛開物件啥物？食咯，我大概佢就去 buffet 食喎。哦 ，buffet 食 ，OK，即係我嗱實應該未歹嘛，一個即一擺唔是講食。那無幾份啦，咯就是食哇，我食是好，我愛食嘅嘛。我看。毛毛菇啊，人哋講啊，食是學氣嘅咋。食是學。喲，嗰個食係累會團隊嚟嘅，你知哦。而家嚟教我則談。你是講你開啲哦，開啲食嘅位。啊，你開啲食嘅位嗬，伊唔是一道嚟嗰度。哦，誒，咱這時咧，下面物件個水節道啊。開啲啉啊，開啲啉甲薄嗬，有影是。你應該夾被對即類啊，你食嗬，你夾到對即別類嚟。看你食個按照就離譜本啊。食有兩百款嘅辦法啦，想起來。一項就是一個用嘴食。哦，食個朋友下面個是請你安怎講啊？你 build relationship 咯。對，個人啊。做生意 relationship 或下面 relationship 就對啦，你 build relationship 咯。So in the end also 講到對嚟咯。然後嗰一項就是上個大啲這邊美國 ，especially 上個出人會來這邊美國嘅時來這邊讀冊，吹但是你 apply 你人嘅 credit card，會拖 credit card 嘅時你拖係咧有 point system 嘅。攤 point。
point system 嘅，你套 point system 了，你去買菜買下面用 credit card，啊，你夾迄個 point，你收起來，你買時你夾迄個 point，你去換做 gift card，了你去買啥嘅時，你 just 夾啥爾，你免撥你免出咯。免寫掉，啊，你是美國呀，多多。我假使學就是人會來這邊讀冊嘅，或來這邊做工嘅。之類都是一下物件對曉咯。特別要大立頭啊！若是講你若是真正無 responsibility 人啦哈，你成個未曉開、未曉 control 你個記載人哈，有 credit card 就危險本咯，就是哦對危險。你無是假開掉。假使用 credit card 咧，就是講起來，假使我無錯咧，就是第好。就是你開700塊，你 make sure 你有700塊。你是照用伊個，我是人哋很順，我我 credit card 就一定，我 credit card 成個898幾塔，特別我無欠嘅，所以我是開我是用伊彈啲 point 嗬，你行個了嘛，所以變做你是個嘅彈了，你彈你啲 point，我係我是彈你成個 cashback 嘅，所以你就彈到對 cash 啊，但是講特別會曉。講你會曉大限 control 你家己嚟講，若是你未控制你家己嚟講，你變做了真濟去咯。我俾歡迎一新嘅嘉賓，唔是新啦，對土地，我係土地啊，開心歡迎。你們把你估唔到嚟關嚟啊？有咩？係咪嘅？係咪嘅？啲係咪物件？我聽唔到，個嘰嘰格格喎，你話。無，你來緊你估我看到，是講人啊，即大頭頭你講就話一半嘛。一直寫你咩條估看到，伊 post 擺條估，伊 post 擺。歡迎，你真久無來喎。啥叫？你當讀做工嗰輩係是嗰啲讀冊個。做個了呢，我 semester。了，畢業啦。畢業。哦，你當咩做工？攤工，吹攤工嗰輩啲吹掉。我死。緊，你帶你吹工啦。安尼話好，安尼好啦，就出去啱路咯，就出 episode 都啱路。聽下得睇你。你就未曉啦，考了400個啦。哈，對啦，咱講咱要聽下啲少年人嘅 perspective，你開嘅路啦，你那時講你做工哦，是啊，因為都是人你做工哦。我冇做工，我係 family 家屬搞啊，啊，我係學女，我應付啊。啊，特別我未你啦，白刀你出去做工嗰時，你個幫你爸爸學女哦。冇希望啦，只打波機咪自己彈女啊，係啊。我哋係好死啊！呢個弟弟冇係林派啲都好死。我未รู้ว่ากันจะลำพายตีเนี่ยรู้我ไม่รู้ตอนกินรู้นะสิก้องรู้กะกี่ทันเดี๋ยวลุยล่ะแล้วรู้กะกี่ทันไม่สิลองเขารู้กะกี่ทันเดี๋ยวลุยรู้ถ้าไม่มีเกียร์กำบอลไข่จะไม่มีเกียร์บอลไข่อ่ะ本身個咩名啊？跟 computer 嚟 upgrade 電腦咪我個本身個冚開啦。啊 ，OK， 個冚開啲隻位啊。隻啊，咱邊人是無法度哈，即開啲隻甲開到啲 computer 電腦。啊，咁啊個早期請出隻一碗咧福建米碼嚟15塊。哎呦，有蝦米物件15塊？記咩啊？排骨。我夾bằng lo lo có kẻ hun chang kẻ họ kẻ sốt哇係咯，但係10個 con 隻劍先至，隻劍翻嚟興。我講隻福建麵咪是6塊呢。你梗係驚啦！我聽到講隻福建麵6塊，我梗係驚。到嘅6塊福建麵就貴了咯。我想到聽到福建麵是塊字。我是隻大碗嘅。哦，大碗是米字還是料字？我是跟大碗，我是講嘅米粉麵大碗，所以應該是得係夾巴咯。我未咯，我聽到就學嘅麵是靠字呢啦，佢就是特別這是正。哎呀，你入酷了，你幾20年整30年整啊？咯，冇啦，聽到我寫下你。啊，你攞隻靠字個有啦，你走去撞隻。撞你我整到撞你4撥3撥，撞你我等課字，我等裏面近點。你考幾條啦？我不知佢攞撥你。攞撥啊！啊，我細漢嗰時嘛是攞撥，特別睇下
科技我所講嘅米粉加湯呢，冇包含了。無聊誒。好啦，學一個女。我不執過咖喱咪執5類嘅。喲。我細漢嘅時，我燒我 pocket money，แล้ว等係咖喱咪貴啲，我買嘅門口我通食。細漢就教小女食物件啦，個之後嘅時個啲得一擊嘅。阿 John，你知我細漢我 pocket money 5類呢，你知哦？哦。攞一記攞細漢時 pocket money 幾類啊？我係記。你就借毛毛菇。5撥1年級到3年級，然後3年級到6年一科。哇，好了，去嘅。我是3撥，我1年級咁唔知3年級是3撥，แล้ว是去個5撥啊！5撥是用只大件事啊，攞5撥。我小剛剛是6撥嚟，我係記。6撥啦，6撥。咖喱麵，6撥咧，慢慢起嗰5撥。大粒頭咧，大粒頭都 start 先啊，這裡。我 start 嘅是4撥了4年級嘅是1科。哇6年級嘅是2科。哇，好巧咯！我鐵動我都唔知有攞 call 啊，แล้วก็我考半，考半，跟住個即係即係海參呢？海參就係這類咯，海參細漢是一年級先有這類，呢個冇聲喎，啲聲冇咩好笑，啲聲掉劇呢。loud and clear。你到底邊樣去拍就係你 jet 嚟，到啲 jet 嚟拍嚇你攰累，แล้วก็我會即係青枝咧，青枝定係攰累攞撥。我 kindergarten 係是攞撥，嚇，到個3年級嘅是5撥，嚇，แล้ว6年級嘅是2科。2科了，去中學嘅是10科。哇！你整下學咧，你是參與節誒類，還是即係學你報個嘛？你愛自己開是安怎啊？你自己自解？迄是食誒類爾啦。哦。但係若是成個愛買 comics，還是蝦米家己收 from 迄個 pocket money 啦。嚇。特別擺 recess 點先係是較濟免開類嘅 ，because 我係嘛愛得家己夾。落地伊夾落地啊，是去買，若是了嘛，加夾燒掉啦，plus 夾來嚇嚇，哦，花車來去canteen 嚟等我人。我只細漢我會記我只細漢嘅事 ，because 我出嚟無水。我出嚟唔是講真正無類啦，特別我出嚟無算好嘅就對啦。你知我爸做先生，我媽做先生啦。然後你知先生工資是安怎咧？開亂債啦，唔講就這類，又冇講做生理嘅什麼啊。然後我有3件個後，我為個為子，然後喺佢卡辦嘅時候，我攞嚟 cousin 個大個話，所以我爸爸開類咁真正特別真正生個會 stretch 嘅安這件啦。แล้ว我記我開律師，我是細漢嘅時度，我喺房間困嘅時，我係特別聽，我對我係爸爸嘅房間困頭卡住搞嘅細漢時，แล้ว我係聽人講話，細漢時我就聽，因唔知我係曉啊，特別我本未曉，我老實講我聽嘅時候我未曉，我覺得大漢啊，我個知，細有影響我就對啦，我直直聽人講啊，蝦米物件到嚟開無夠，咱就要興到嚟，就係咪細要興廚機嚇你，睇一個春攰嚟，咱係冚做之類，冚做佢哋，我哋聽 manage 係累啦，แล้วเป็น做話。成間冇咩咁開呢就，你話嘛大伯講，我諗佢等一下，佢話不是而家3波啊，係咪？伊叫我家己夾，本無家己我幫我家己夾，因為我就夾，我就燒起來大伯，燒掉我你冇咩咁開，你每次時候我家己夾落地去食，然後變做我淡薄去等嘅時候，我想咕一擺，我就被迄個，若是講有攤燒掉類啊！我但是講我只細細嚟 bus 機啊，然後啲大力機啊，但是講較胖咧嚇，我就夾嚟買3撥嘅福建麵。有當時
較要較抓淡薄嘅三合粉買4撥嘅。三撥嘅三合粉啊！伊個攞諗到啲以為啲定起來，你伊個粿條啊，伊個粿條成個一半嘅 shape，你看伊叮當鋪咧。correction 就係啊，我 although 我古早嘅時我有類 pocket money and all this，我家己我冇開 ，because 我特登自己落地。啊！你只所以我 pocket money 嗰啲我係要燒掉到去 bank 嘅。但係咧我但是我買物件我開我 pocket money normally 都開錢要大條嘅。哦，你買咩？我古早未記得。買車啊？我在買物件時我開錢要大條嘅，特別我特別你是本 Q 嘅時我冇開，我鐳個咧我燒個咧嚟。誒我會記我嗰時燒嘅鐳嚇，佢個別鐳平時食個別鐳，你燒起來食過鐳啊！我燒起來我是去買咧有當時你知樣等嘅時有成個有買車嘅 festival，你看咧你就你是我開咯，你開嘅俾你較貴物件先，一箍貴物，頂到貴過一箍嘅物件就真貴啊！你知唔知？細漢嘅時，我冇問到係你臭豆嚇，伊細漢嘅時，伊隻第類係你隻貴類是就這類。我小學我冇咩記啊，中學嘅我會記，中學嘅有時我拜後攞箍5箍嘅。哇！你用嚟食啊你？我就免180就係就我去等嘅。哦，你食咧？就我去等啊！แล้วbefore 入學時，伊帶我去 ，because 我讀博讀嘅嘛。博讀。所以嗰邊嗰啲老爸邊嘛是邊有人邊咧參觀那邊嘛，對。但係啲就我去嚇，食飯那個去等嘅。哦，你放假是冇食啊？放假時冇食咧，你帶我去就等嘅嘛。哦。所以我你個咧咪是燒掉，有時買嗰啲佢哋克拉物件，個咧我唔知買係咩物件。有時我擺開，有時嗰啲打啲件啊，串啊，一卡喺破啊，แล้วมาปุ่นเนาะปุ่นเอาว่าง่ายขาแล้วเกี่ยวว่าจากกี่ซุยอ่ะแล้วแต่ปุ่นว่าแล้วชาวตะวันไม่รู้ตองกิม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ตะก้องรู้สึกคักกำไข่嘅位是係咪得เลย我本是咁開食位呢。我喺度想，我咁開較食位，because 我古早我出來做工嘅時啊，然後因為我多處食後面本嚟啦，細漢部工人洗衫啦，叫你嘅人嚟洗衫面嘅了嗬，然後後面本比較做嘅啊，所以我食 regret 嚟啫，後面本未曉嘅，我老講，你出來是條白條嘅條嚇。嗰陣時走去我幫我去門來做工啊，嗬，佢積壓咯，佢講佢表寫佢 uniform 係本未曉嘅。你按做啊？แล้ว因為我咪有宿舍ตัว嘛，แล้ว宿舍ตัวแล้ว係你人係你卡達山嘅人啊，如果往ตัวบุญ來嘛，แล้วชาวบ้านชาวว่าจะจิ卡達山มายิง做工แล้วอีอังกาวางเซซา咯，กาวางเซ uniform 啦，มี衫มีอะไร未曉嘅啊，แล้วก็ไม่時啊會曉啊，กำลังเซซา。幾個月啦，對，幾個月噶啦，我啱嘅時候我洗衫咯。哦，頂當時你把掉嘅嚇。你搞錯掉啦。洗衫嚇，你朋友。我等陣我講，你啱就是從你做乜成日咁樣學女啊，洗衫嘅笨雞。咁我講佢咪邊個接做咩做呢？唔係女。我喺 lifetime 條抄啊。阿John，喂，洗啊！後一陣你洗一人嘅衫，你 OK 嘛？洗唔自己衫。我嗰陣時個朋友愛洗衫喎，咁洗咯，冇就用手洗嘛，咩洗衫機洗。哦，特別你買洗衫機咧，你揸上女啦。冇啦，我買佢哋洗衫機啊，佢揸洗衫機是一半嘅嘛。你正加衫啦，加啦你俾佢一定卡喺衫，semi automatic 呀。แล้วบุญนายเหรอลูกเบสสากิจะปังกี้รู้ใจโยลูกเบสเจ๋อโหยฮะบริษัทปักวิคอเนี่ย because บุญนายโบแท็กซ์มา對โบแท็กซ์มา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ไอ้ชูจูเขาวันหลังไอ้ชูจูวันหลังเท้าแกเขาวันสุกเสียมาจะไม่หายที่สุกเสียแล้วจีจีไอเซ่ซ่า
本下到去洗啦，不要緊啦，你講掉。แล้ว我愛洗衫，點寫呢？你啷就別使洗咯，because 冇可能洗衫嘛。我都照樣用本啊。有這樣用啦，แล้วยัง你佢教我燒衫本嚟。哦。แล้วfrom 我係 happy 為把幫我去本來做工啊。哦，對咧，這物件。我就真這物件。你這樣時候你不要做節，你做 restaurant 哈，人煮好你節你都別去做，反正物件啦嘛。所以話蝦米本未曉啊，佢講蝦米絲啦本未曉講啲啊。會啊，其實嗰邊好真係啫。我看啦，喂，特別少年時代。我特別季節呢，有教你學外爸嘅外嘛。哦，做工時就啲本來。做工時我特季節嚇，我累無斷，我特季節我哋而家我銀行就結別啊嘛，就話 restaurant 結別。所以我特季節我去教你嚇，แล้ว我特季節我學外爸外媽累咯。所以嚇，แล้ว我特別做工，因為包食包大嘛。就賺到嘅啦是自己嚇。賺到嘅啦是自己嘅，特別呢，係你是冇咩曉少累，除了學外爸外媽累以外啦，出嚟嘅啦我去開啦，我嚟 UK 啦，我買 LV 啊，買大啲，你嗰啲買得咩呀？แล้ว不要出面呢隻嘢，因為我學外爸外媽啦，แล้ว出嚟時我自己開啊嘛。我包我冇。小我聽到聲係咪先？我問你當劍，不要自己少累。你當劍你當面學掉嘅就是講你我是感覺到這當然先至大啦，我小人嚟嘅。哎呦，爸爸 LV 啊，咪你普及㗎啦，你爸爸嘅上班一累㗎啦，冇㗎啦，個隻貴隻卡白嚇。你感覺到當劍上到對啦，你背係一種你 bag 啊，有面啊 bag 啊，當然上喺度成感覺到實際講㗎啦。我感覺我買係一個 LV bag up to today 個啲咋。哇，你搞笑。特別係我買咗係個 bag 啦，我是非常搭咯。做咩數啊？我用個當金個。如果少會用掉。我冇用啦，係正。你做咩數？有時嚇，當時講人家安尼大筆嚟攞出來買，係你咪是真貴啦。特別伊會用個 today 嚇，你非常個是。我先我教應啊嚇，有囡仔嚇，我小個了就買嚟個了，我係用一顆，我上油炸上個暗嘅。如果你有囡仔了嚇，你愛食愛蝦米物件嚇，你會使要咋，你會使買錢嘅水嘛，特別你驚未使咋。你特別學你驚食，你特別學你 responsibility 教應。成件你特別過你件，你特別有責任嘛。但是講個冇責任過你件，冇件人咁樣開嘅自信。阿 John，即係到嘅。抽到 sorry 啊。你咪走啊？周勝。OK。是咪得呀？ OK， 拜拜，到嘅。四字啊，對住四字，拜拜。thank you。Happy birthday。到嘅，阿冇嗱陣嘅，阿冇抽到嘅，講 Happy birthday。我老我啦特個月講 Happy birthday 搞11個月，特出去㗎啦，講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講 Happy birthday 啦，嗱個包得對，個慶祝包得對。OK 啦，拜拜。好，伊本來是一年一道生日啦，好，嗱個包得對啊，特季節一道。冇特禮拜知道，唔是特季節，特禮拜知道。係包。是的，有見啊，有蝦米啊，你想法面講咧，他是無想嘅。也好成上，那好成上就見那好成愛用愛食，有時你破病嘅，你無通輸。別個全係只是破病咯，對，你是 emergency 咪叫拍死掉。愛搞咯，大家建議本好嚇，我不是。我講啊，較 OK 嚇。我做工嚇，我話是無存着蝦米物件，我存着厝咯 ，cash。我隻手來，倒手去，隻手來，隻手去，一直錄音啦。你就人借累嘛，你講對。所以有存着 property，係你是我賺來物件啦咯。特別你特別會曉啦，你特別會曉去買啦，你個係使。你講感覺到，若是講你無，若是講你累無嘅去 invest， 還是無嘅去買厝，還是買別項物件，你去買你開起確嘅物件，咁了，你本是開起。我就是做咩事，我會買厝，頭前厝買嘅時特別愛咧，because 我有 family 啊嘛。我去買第二件事啊，我就是 because of 事咋。
我係常常喺度正會做緊嘅，估我常常搞嘅安去 holiday 就有，一打我去呢年咋，呢千幾磅呢就有，滿走去，嚇不幾就有，嗱我就講啊，誒啦，嗱我算啦，我講誒6000磅，我入去入ringgit啦，我使俾個一間厝就有。我去佚佗啦咯，我講去佚佗3日啦，千幾磅啦，你講 times 5就好啦，唔係講7啦咁咋嚇？我就我去3打我使嘅頭幾日嚟俾個一間厝啊！你覺得俾你一間厝？我就教佢講，我買去佚佗啦，一打人話是愛去佚佗啊，我買去 Europe 呢，馬來西亞去，等於用得嘛。你講對唔對？所以 from 哈利斯，我就燒鐳，我個再俾個一間厝咯。我是怕是講兩間厝兩日行嘛，一人一間咯。咁嘛再兩間我講咩啊？買最啊！我嘅厝呀，當然搞緊我人嘅死呀，老買了，我自己後買啊，你免老後我人呀。我人大漢了，若是講我人無實在買厝時，我人家己 problem 唔是你 problem 啫。你愛舉你厝去買好，去開好，即死帥咁。我老講同我講嘅很，所以我覺得依樣就是有想到啦喎。你搞隔你聽嚇，你搞怎？你安怎？你去做咩？你家己。我望聽到做咩啊？咪同我講喎。最困啊，是唔是冇毛病？拍電話嚟，佢聽到 snoring 是唔是伊啊？伊冇你 join 你啊嘛，冇毛病。是啊，我聽到。阿媽是一直講大一，我看到伊目睭講大一，都會。你都攏聽。等我聽，呢隻。冇。等我聽到 snore 隻呀。冇毛病咯，對哦。baru接來呢嘛 ，just now。baru接來呢。呢度冇in咯，係冇in。冇困了誒，有你啲困，你就應困咧啦。嚇！我聽到成個字。冇毛病，就來 through Skype 呀。冇，伊就來用佢哋。用伊 Google。係啊。冇毛病，看咩？人單就 stop。咁了人叫伊冇毛病。特別我出邊我看無到冇毛病。冇，伊唔是到啲 Skype，到啲 Hangout。伊係啦。哦，我講我伊 YouTube 嘅 Hangout。哦，伊冇伊邊，伊只識 Kelvin 嗰度嗰啲。呀，伊 join 嘅時候係 Kelvin 單 join。OK， 我咪每人個另個字，就是講，咱講到啲，咱講開類啦，咪講攤類嘅事。你冇每加工過。對，加工嚟，你講咁開，你講呀。我咁開，我就是下估我出嚟做工嘅時，我燒為累嘅啦，做咩去學做龜？你在下面數咗？你自己見只數？唔是，我讀冊嘅時哦，我只係暑假做龜，我媽冇暑假嘅啊，我媽冇暑假做龜，冇可能冇暑假看龜，然後。我特登去我姨嘅厝去我嘅劍啊，只牛做龜，我姨亂牛做龜嘅嘛。咧特佢妹，你教我啦，伊教我講係咩啊？伊講嗱，安尼爾嘛，只影爾，特別冇教我，佢冇學我 recipe。咧特佢嘅套 recipe 時，伊學我唔對嘅個了就係，安尼超市咩？咧特佢做特佢變，起嘅別講話，到尾時我媽教我講，伊講。你唔通計人拖了啦！你講你唔通計人拖了啦，因為伊人要做生意，人必須離婚嘅。然後我講我都唔是要來做生意，你點先我讀冊爾嘛對。然後我講今日買互我刷咯，我家己做。然後我媽阿文都買買啊，掉地嘅啊，嗰時冇暑假嘛，伊嘛買買咯。然後做咩自己冇地時，我做我攪物件，家己攪家己來啦。然後時。嗰啲播出看到 recipe 啊，成個笑咧，就叫咯，你頭知道做咩嘅係咩？頭知道做咩？頭知道。唔是 Victoria Sponge 我講啦，然後佢比較做啲看 recipe 嗰啲播出看到嘅啦，
because 我媽都冇愛買 recipe 車，咁嘅咧嘛 ，because 佢冇suka嘛，煮只係咪嘅？佢就愛買，但係做粿唔係買，所以佢做咯，做了啊，個冇 oven 啊，試咯，按照做啊，按照去煮啊，你激啊，咁叫我燒梅啊，喂笑，我知啊。喂，叫我笑掉你講。我笑掉你記下啦，你記下啦，你做咩？然後我叫我小妹，我講你隻機啊，你依個嗌，我個嗌 OK， 你做工，依個做咩？我講你徛出邊，徛咧，我幾徛啲啊你。Alay rice cooker因為 rice cooker 啊，你掟落去，一跳起來，抓來跳起來唔是啊，所以我佢徛咗掟咖喱 Victoria Sponge 食咯，你來時我媽會啊？你按照佢用，按照佢補住你，你計講是條怕。我剛才冇條笑去啊！啊，我剛才一冇條 electric shock 死去啊！我同你講，你當時我唔知我是10歲呢，又唔知幾歲呢，我就講我冇隻大漢呀，然後到尾時，到尾唔教我咧，我。佢對我講佢條件，我若是做工啊，我頭一項物件就是燒水買 oven。然後 after that 時，我買啊，我頭一粒 oven 啊，我買就是係咩啊？拄好我出來做工嘅時啊，拄好出 microwave oven 嘛叫。national 嚇。嚇，冇拄好出 microwave oven，然後時個揀 microwave 個買 oven。哦，你看到 Dimension 4，你知有啊 ？National 咧 ，Panasonic 也係 Dimension 4。combination 咧嚇。combination 咧嚇，對。然後見咯，哇，燒水啊，大節買食，我講呀，阿 John。我講你聽個就黐慘，你知有。然後我教我一個朋友啦。我朋友一來 from 真啊 poor family， 一大規矩就燒味夾對可以麻滿啊，你知？然後我甲伊兩人咯，兩人啊，我人大隻隻你知喲，係你大面啊，一雙10粒嘅有。我知10碗啊嚇。嚇10碗嚇，10碗一雙4骨你知喲。嚇。我買係嚇，只2粒咧，早起食1粒，暗暝食1粒，你知喏。冇配半行啊！我人買菜啊，一條嘅菜絲嘛，兩人 share， 知喏。我冇了個 after that 啊泡茶，特別啊我人真係我貴真係 happy because 啊，我人兩人真係好朋友嘛，所以大到殺你2粒梅。有時若是係豆嘅，若是冇就是係迄個菜絲一條兩人 share， 然後一人1粒啦，然後暗暝1粒，早起1粒，所以一雙啊會食到加擺，一隻加擺5咯對。啊，你知我人食安尼食1年，你知有種？啊，你講個真 happy 啊，嗰陣時，你過呢日子。個無啦啦成考呢，係咯？冇感覺，講考感覺真係 happy 就對啦。然後等個但是我做工到啲，係你點寫是我做工到啲 East Coast 嘛？所以會使食禮拜食到拜4啦，然後拜5呢？拜5我人廿類啊，我人幾個 group 啦，咁啦參 church member。你出去食咯，食一頓咯。哦，食一頓好料啦。啊，拜5呢？拜5一日啦。After church 阿妹去食啦。係你你擠喺身上嗰個。special 啦。係你是 because 隔壁要出去嘛，啦唔使你減食嘛，講買出嚟嘛對。啊，冇法咯，所以係你結樣，啦燒係你燒，到尾時夠累啊。
佢俾係 dimension 4。嚇，俾掉。แล้ว俾掉撳完了咯。撳完了。係咪是 dimension 4 sorry？ 意思係咧 Panasonic 嘅 microwave 撳 oven 撳 grill 嘅。OK。古早係食古30幾年前了啦。แล้วafter that 是個start 燒餾了，燒餾一打做咩？一打俾佢學做粿。做粿。我頭一刀做粿，然後去做螺絲。然後你去學啊？我去新加坡學，我捌去我燒啦，我女個咧是燒是開安尼物件啦，然後去讀冊，我女是燒讀冊，燒厝買厝，然後燒去學安尼物件咯，然後去香港，我甲你講我去香港學，我互人bully嘅唔要緊。你不要講廣東話。唔是講不要講廣東話，我係有講廣東話嘅。廣東人係啊？我是廣東人啊，不要講廣東話。咁你學人無理？唔是，按照你就係你現幾千塊去學咧，不要緊噶。我都好，我係小弟做工喺香港，係你咁想嘛？所以我嘛去咯，去大家而家去學啦，去現類去學。你係你一間店啊，一個 sponge 就好食嘅啊。就係啦，香港係 sponge 好似有隻見學嘛，平類嘅學咧，個 OK 咯，你學咧你就即邊 practice，of course practice 啦，而家我嚟做鼓嘛，做嘢，做一擊可以，你知哦，日單咪是啊，11月，冷嘛對哦，香港，所以我去啊 ，OK， 大日去你知哦，幾位手位，幾個300個點嘅位你知哦，喂。แล้วสิ米粉啊，被攪落去時啊，唔是用 machine 攪了又，一拍是拍啦，特別被攪米粉落去，袂使用手攪，手啊，落去啊，物件冷你知哦，軟啦，物件了冷嘅嘛，哎喲，落去起個來喂。我shoulder 了，係你침安尼침嘢，轉個只佢巴刀嘢，你知哦？我問你，一部學你嘅一支物件，叫你用手安尼就去呀？嚇是安尼，你就洗手啦，唔是講你手下手啦，你就洗個一下清氣嘅，大家人要去 operation theatre scrub 個只清氣安尼。特別你用手，因為 I think 是 because 你較 gentle，所以較袂 flat，伊袂幫助伊 air 拍入去。嚇，對，一有 technique 啊，所以你是講是你學啦，特別你再特別熱啦，你就做幾十湯啊，你都知哦。做個波。你做咩？做咩？而家我做螺絲啫。做 sponge cake，做 sponge 呢，用手去攪啊，有可能。嚇，哇！一起個安尼，你知啦，你手個冷啊，起個安尼滾啊，你手啊，一直轉到自己巴刀位啊，你巴刀轉，你知咯？哎呀，你話你可能你嚟叫呢？冇，做特別有影你學真濟物件，特別你學伊類嘛對，你特別做學伊，我哋想，哎呀！而家我嚟做鼓啊，你看。特別你 apprenticeship 本來應該學到真濟功夫。是啊，我學到真濟，兩隻濟物件啦，你知咯？然後我冇 regret 啦，特別你知啦，人教你開類，你個做工可以，安尼看咯。對，佢都開類，佢開類自己做工。然後我爸都罵我，伊就講。伊講安尼講嘅人啊，你來個安尼估，你無到到伊都無去行啊！你干那去估迄個吉個店，去做安尼物件。到尾時我問啊，我特別去估啲吉個店，特別是食我吉就坐去啊！我無去估迄個吉個店，我問哪會曉去做。特別我問你去迄邊吉店嘅做工嘅時，一路趁食伊吉個了。趁食誒。他食面晒哦，你做了嘛嗬，切出來頭個尾都咪食咯。哎呦，是啦，嘛那好食得了。特別我每時間食，我成個話嘛做極嘅事啊，伊個頭尾講啦，咪講我咪就緊食誒。到尾時，OK，佢兩日對嚟個 still 未咁慣。
go back to learn 去 Australia learn 嘅事，特別 Australia 是話去 learn 是去學係咧叫咩啊？係咧decorating cake decorating。I see 嚇。哇，咋講啊？你我間呢只你開 bakery 咯。我唔是開 bakery， 我甲你講，我前兩間開 bakery， 但係呢，我有一個朋友開 bakery 嘅，แล้วลองบนใจเป็นให้ชุดเนี่ย bakery 嚟啦，แล้วอีตาคุยกับว่าอีกองนะสิลูกไปทานลุยนี้ลูก bake from home and sell from home because bakery ว่าขวดเดียวอีโจ bakery อ่ะลูกเบย์โบแล้วมีเกียลูกจะไอหักกะลูกก็เบย์ใส่ห่อหลังลูกก็เบย์ใส่สั่งหลัง because why ลูกอันนี้คนโจแล้วลูกพับให้ลูกเสร็จนี้โบหลังกับลูกอียังหลังกับแล้วตามเดียวลูกจะเบย์โบแล้วหลังเดียวลูกเองก็ลูกตัดไปโจอันนี้ลูกตัดไปตีมาลูกจะขันข้อมาเดียว on top of that 那是講阿妹來了哈，你嘅 bakery 存一粒吉呢，就係俾夾入來。對。我講 bakery 你做到啲UK 嘛？我唔係，我有賣，但係我唔愛做 bakery，because 我人會 order，伊 order 我做前下 fresh， 伊上個特貴人 order 伊啦，我就講下晡3點嗌嘛對。我早起來做了，晚3點 ready 啊，伊家走。fresh。然後那是講。because 大嘅 city 啊，伊人 bakery 好料嘅，伊人我咪講實際啦，但係伊人會賺真濟類。對，會賺類，但係賺開個未了就對啦。wastage 本錢啊，借都請人，了 food 嘅物件請人，會人 sabotage 都冇在掉。對。我問你，我就 off track 啫，我問你。我就係見喺馬來西亞嘅笨蛋嘅 sponge cake 啊，你一隻 moist 嘅chiffon 呀。我都教啊，或者我做。會使。特別我特別去買迄個落，迄個band 嘅。chiffon 嘅 cake 模。Oh really 啊？嚇 cake band， 那是講你冇伊 cake band 伊賣 because 啊，伊 chiffon 嘅 cake band 啊，伊對。冇一定面啊，有卡卡，然後都掉可以 suspend 掉嚇。對 ，because chiffon 你夾出來，你就愛特巴咧伊。我知。那是講你冇特巴咧伊索到對，只 light 係屬索到對。我係不知，我係做佢哋，我只小椒同金紅香小掉。sorry 啊，我問加工一項啊，加工你做 chiffon 你是用 olive oil 嘅時候。我冇用 olive oil， 我冇用 butter， 我淨係用vegetable oil。vegetable，because 我有一個 recipe 講叫用 olive oil 嘅。會使本，特別你用 vegetable oil 就夠了。你真係用啲。不過你用 vegetable oil 啊，你 bake 你 cake 嘅時啊，伊嘅 temperature 就你開個最大。170 Celsius。你是我講我甲你講大頭，啲物件 temperature 物件我俾甲你講好先啊。我 depending on 你嘅 oven 嘅啊。That's why 啊，若是講啊，人叫啊，梅話啊，開咗大，我俾梅伊。你猜你 oven 會成哦 ，because 我用你 oven 用我 oven 用別人 oven 咧冇相嘅，冇相嘅，伊嘅 temperature 冇相嘅，有伊 temperature 度會 calibrate。我家己 oven， 我有5粒 oven 喺厝啊，哇！你未炒豆呢度炸啦，我5粒 oven 喺厝。你係開極店啊！我有一個極店，到啲紐約伊人24點鐘開韓國嘅公司嘅，特別伊真正濟人去甲伊人 line up Norley block， 真正長24點鐘開嘅。多粒頭，即加工有做，實人要訂賣，要訂人家訂做互人嘅，所以要做。professionally 做，然後要騰嚟。我甲你講啊，伊第好食極啦。嚇，係咪？伊第好食極，我第暑假伊嘅極就layer cake。你想講 layer cake 呢應做啊？講極講夠啊，以後啊，layer cake
我是个食 cake 甲 pastry 嘅，咱讲 cake 下面个了做药。我唔是个药。我食个了。我baru 做，我 baru 有教了我甲班我看啦，我看安怎啦 ，because 我當今我有教，特別我教small group 啦，就 small 嘅 group 啦。哎呦，就是係直接每路嘛 ，Google Hangout 會教嘛，你會記哦？你個會做係你record 你嘅 video 咧，你係 YouTube 咧，你 earn through advertising 嘛？未啊，我未使安尼做啊 ，because 人你係 through YouTube 嘛，你未賺錢嘅。啊，特別你 depends on how 你做 traffic 喎，你俾看你 traffic。有一個韓國嘅查某，伊做韓國嘅煮嘅物件嘅，你 YouTube 你type 伊嘅名叫芒子，真正出名嘅，伊彈出 YouTube 名。係啦，特別 from there YouTube 嘅。大粒頭 one out of how many 掉？係咯，係咯。你對有 charisma 咯。有特別我講想 add on 嘅 charisma 咯。係啦，拍什麼個比較激？哎呀！用安尼借類嚟學文好啊，到尾時舊家我拄到一個 master， 真正好了嘅。所以伊爾哈。伊教我伊敢若教我講一句話，我驚伊下咧話，學甲伊了，我無去甲別人學了。我講呀 ，you know why 啊？伊教我講住，伊講你學安尼坐類，伊再講我開正坐類，開甲真正坐類啊，巴如甲我嘛拄着伊啦。了伊教了我學甲伊啦，伊講我買教路啊，為路兩教我敢若夾 recipe 呢，伊講冇用嘅 ，because 路學教我為路。對的一做 master the fundamentals 啊，我會你 basic fundamentals 嘅要緊啊，你 basic 真正好，然後你自己對來，你自己會啊，你自己會發展，你自己物件啊，所以教我講嘅呢，我會記較緊節啦，然後教到當今啊，我真正 respect 伊嘅，後來伊真係老了當今伊。落寞了，伊破病啦，我本特別想甲伊個啊。你教你學老師，你把自己 develop 你 recipe， 你 refine 你 recipe 呢？對 ，because 伊真係creative 嘅人嚟，伊教我物件哈，會互我一個layer cake，一個行款嘅layer cake啦，我會變出來100行款嘅layer cake。對，I think 你嘅 master 伊講嘅話題要緊就是伊 fundamental 咯，就是用迄個 idea 用for 別行上個讀冊下面個了是上對學伊嘅 fundamental 咯，once 你知伊 fundamental 個了你會咯。就是安尼款啊，就是我講，若是講開類咱就愛開類開着咯。對，係咯，對，我對伊 fundamental。對，你兩陳村嘅女嘅啦，幾好玩嚟啊 ！OK，直接小山，直接叫佢講個，人博多以後就講，按照講女妹講就知啊，佢。Actually for 人未曉嘅啦，講會讀佢啦，會。for 人無咩會曉嘅啦，但是會講啥會買會 invest 或會開慮或 whatever， is 第要緊到會記到我讀finance 嘅物件時，我嘅 professor 講 one of 伊嘅 fundamental 你都會記到是 law of 72咯，27號伊嘅號頭27號你都會記。72唔是72咩？72啦。嚇！你講27號，72號，72啦。72 OK， 72嚇，再講 explain 啫。但是你這個伊都是，但是我冇錯啦 ，OK， 人讀 finance 甲關嘅，伊人有別個辦法算嘅是較 accurate 啦。特別 for normal 嘅人，但是如果
為算物件哈物件了，你對一支27號迄個戶頭。72上幾度？所以上個你是你了你問看上個伊個 interest rate 偌濟？所以假使伊個 interest rate 偌濟，那些6%了你 divided by 72，所以你再講就是你 divide 72，你再就是伊個 number 就是12咯。12 it means that 你達咧12年，迄個類伊 double 咯，伊個 amount 變落 times 2咯。講福建話。福建話 times 2安怎啊？變升字啊！特別你嗰邊，等我冇明白，我冇 understand。你講你嘅72，而來 divide by 6啊？No，let's say 伊嘅 interest 就是6%。哦。來錢就是6%，所以你72 divided by 6咯。by 6。by 6，所以你賺就是12咯。所以12就是伊迄個 number 賺嘅，就是伊 meaning 就是你嘅multiply by 2咯。哎呦，看考頭個顯，等陣。只係影呀，72就對啦，你會記72就對啦。我哋啲，總72了，安怎？72了。我講阿毛啦，講影啊。OK， 你講阿毛講。講。Okay，so you have to remember the law of 72。要你對 for normal rough approximate calculation。上下人講 ，OK，your the interest gain is 6%。So 72 divided by 6 is 12嘛，對唔對？Yeah. So 12，伊個 number 12，伊個 significant 就是the amount of money will double in 12 years. Okay. So 上下你 invest 10,000， 10,000， 你個 interest 就是 6%。對 annual interest fixed annual interest 就是 6%。So 72 divided by 6就是 12。So every 12 years 你會 10,000 multiply by 2。So it becomes 20,000. 20,000. Then the next multiplication 就是 40,000. Then the next multiplication 就是 80,000. Every 12 years period. No, 我可能想，it's not compound interest。我當然想到的是你嘅極啊，是方極。我就愛開你嘅極 cost and chiffon 極 cost 啊。對，了OK， 當然 OK， 少單，了可能我講聽禮拜兩個都真係聽幾個數，了這個禮拜是差唔多要清明啊。了當今我俾教人講就是12個月對去我攞嚟使拍水啫，水波響拍啫，都嚟拄我啦嚇。一個我俾教你你尤其是。在我對起時咁歹勢唔敢嚟找我，人講唔通歹勢，我冇教人嘅，你每看人拄過我，人講我教人啊，我疏亂呢，我冇教人。好對，青子我冇教人哈。對。唔知啊，留住哦，可能去食是哈。係咯。OK， 感謝，咱小朋友要去到我知道，我 Christmas 是去看到去。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特別嘅邊呢，就是同我 Skype 裏面27、72。大粒頭，你啊大粒頭嘅進步啊！我講日日 try 咪講你就話，你有時個有臭豆，了個有淡仔走起啊，一間住啊，個蘑菇，臭豆蘑菇加jagung加青椒，個一間住淡仔一間走起啊，南晒咧個有個呢，แล้วก็บ่มาแปะแอคเก้าบ่มาแปะคูณ我想講過一間個，另外一間個冇。豆嘅，對。嗰一個叫咩？海桑嘛是。海桑，對。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禮拜再嚟再見，拜拜。拜拜。